接下来，大家来看口语测验。口语测验的题型是口语表达，测验时间大约20分钟。请照念题目的知识口头回答。题目为2分5堂，含有2个章题上5时间。总共会有4则题目，每一题都有1分钟的准备时间。接下来就会进行2分钟的回答。题目会有文字同音档的说明。大家看一下一则口语测验的范例题目，讲到现下请实行的很难问题。大家看到题目，听错要先问一下题目要问的重点，同重点扭转来，才会讲到正确的方向。比如讲一则题目，伊问对很难发现的议题有乜嘅看法同建议？这就唔好详尽说明乜嘅係很难，安尼就冇講到重點，當然就冇法度拿到分數。故所建議大家要先了解題目嘅意思，接下來做得說明事件嘅原因，分析優點、缺點，也係做法，提出自家嘅想法，最尾再做出結論。像一個很難嘅問題，一開始做得說明題目重點，也就是很難發現嘅現況，比如講發現嘅種類同使用嘅情況。接能分析很難發現嘅優點同缺點，再來就是表達自家嘅想法，最尾再同一個主題做一個結論，係做得用一個方式來解題。安尼唔單止有講到重點，還係一個有內容嘅思考方式，當然就會有較好嘅分數嘅。另外，喺睇回答嘅時節，有蠻多適合嘅語言，也係詞符化，未做得融入去記憶地背，來同自家加分哦。